水果茶，支管已經亂咗。正常都幾好。揸啲汁出。相比之下，呢杯就好寒酸。但係呢個係藍似是一個雞扒包。等我掀開去觀察下佢先。哇！呢、個凸晒出嚟。我話冇事啊。啊，凌空嘅。幫佢移翻成塊雞扒。重組。有2粒雞就得，所以唔使怕熱氣啊。番薯條、墨魚、腸仔、cancer 腸仔。